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抗疫21地震发生到今已经超过1个月。台南市政府团队上午由副市长叶铁山率领相关局处公布复原的进度，而且嘛宣布3月5号将在南西成立赈灾复原联合服务中心，直接甲灾民面对面来解决问题。抗疫21地震到今已经超过1个月，市长每天都要要求市府团队加速完成各项灾区复原，包括灾后回乡建物的损坏评估、灾民安置、租金补贴、农损补助等方案以外，市长关怀过程嘛加入修缮志工团的行列，悼念太路、擦油菜等等，都希望让灾民加速恢复正常生活。3号副市长叶铁山嘛率领公务、都发、农业等6个相关局处来说明复原的进度，同时宣布3月5号要在南西成立赈灾复原联合服务中心，直接面对面随时解决灾民问题。市长也积极的要求我们各局处3月5号。在我们南西区公所会成立联合服务中心，所以只要我们的灾民有任何的问题，就可以到我们的联合服务中心，就可以获得即刻的解决。当然，灾后的复原工作过一段落以后，当地产业观光的重建甲拼经济更是相当要紧。市市府嘛祭出团旅游的补助计划，对3月3号开始受理申请，每一个人上悬将补助到650块。因为台南市你不一定要住宿嘛
所以住宿还是一样给予补助，就是国道以东的话，每人补助200元。那在国道以东的每一个景点，补助150元。那以西每一个景点补助100元，那最高每个人可以补助到650元。面对这摆地震，其实是以主体区受损为主，便是外界也准讲整个农业区拢受灾，而且观光设施甲对外道路拢维持良好，所以后续包括像火金菇、水鸭季节等观光景点的促销，拢会维持甚至扩大办理。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立委陈廷辉3号正式宣布，用了11个月时间，已经完成选举补助款公益信托，成为全国第一位完成补助款以公益信托形式回馈社会立法委员。陈廷辉兑现竞选的承诺，将补助款2/3转数捐出。专款专用伫弱势儿童、青年、单亲家庭、甲偏向经济困难户，用实际行动回应选民的支持。陈廷辉伫2020次立委选举当中，支持者无分党派支持，以132300外票高票当选，不止摕下女性第一关票，而且票数嘛是全国第一。得到397万选举补助款，依照民进党党中央规定，缴回1/3，剩的1/3 267万7千外块，这是率先全国设立公益信托，专属捐出作为关怀弱势用途。从过去无论议员或立委，我每一次的选举补助款我都做公益，但是我发现说，大家还是会怀疑到底你做了哪些公益。即使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我们每年都会办关怀弱势，但是呢，大家还是会存疑。尤其大家知道说，越接近了选举，那就会有很多的所谓政治口水。那我就想说，干脆我们既然要捐，就把它捐得更透明，捐得更彻底。所以我就跟会计师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就来做公益信托？一开始他们其实都持反对，公益信托整个就是被管控。我说我就是要被管控，而且我们希望是由金融单位来做管控，甚至是由会计师、律师大家一起来监督。那么以后大家在这个款项当中，全部在这个专户里面，大家都看得到，也知道它用到哪里，这个都是公开透明的。陈廷辉开创立法院的新模式，将选举补助款公益信托全程公开透明。这项信托计划由台湾银行负责管理，确保资金长期运用透明，会当监督，并邀请专业会计师以及律师组成监督团队，让善款发挥上大效益。他就是找了我们金控界的台湾银行的龙头来做公益信托，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他愿意把选举补助款这样全数的捐出来。当然是扣掉，党中央的1/3的部分，剩下2/3就他回到公益信托。那我身为首届的信托监察人，其实事实上我会执行我该有的信托监察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那我会严格来监督他是否在本公益信托里面所执行的公益事项，还有他的财产状况，那我也会负责集合他的财务账册、他的文件以及他的公益信托的资料。陈廷辉强调，选举补助款来自选民的信任，政治人物应该用行动回应期待。人民希望的是更侪温暖甲感动，而不是抹黑甲攻击。未来这笔信托基金将会持续投入各项关怀计划，确保爱甲善意长远的延续，和政治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现主时愈来愈侪民众骑电动机车，所以充电站甲电池交换站需求嘛愈来愈侪。台南市有真侪公有机车停车场，拢大心的设立专用的区域，提供换电站的设施，但却有一寡所在一直拢无启用，甚至一拖就是1-2冬。议员林美燕就邀请相关单位协调，希望会当赶紧供电。台南市有一个公有停车场附设的电动机车换电站，伫咧设立以后，竟然长达1-2冬无法度通电，
形成稀释。台南市园林美院最近就接到民德里甲大拿里长的反映，表示里内公有停车场虽然设置电池的交换站，但却一直用乌布来砍掉的，无对外开放。对此，议员上午嘛邀集市府停车管理科、台电、甲电动车业者来沟通。既然知道是台电没送电，那各部门的协调到底是怎么了？既然知道没送，那是不是应该去由交通局这个公部门，因为我们那也是公有停车场，去催促到台电赶尽快来充电。那台电可能又会说到GoGo的这边，那跟GoGo的之间有什么因为什么契约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在沟通问题协调了。不会说个这人装那边装了1年都没有装，这真的会引起很大的民怨。为什么这段时间那大民众一直等啊？今天如果不是里长一直接受民众的一直就是一直反映，然后我们再一直跟你们沟通，一直反映，你看哪来的答案？我想哪今天你无开这个业务，可能还要再继续专税到年底，税到千月都有可能啦。对此，市府交通局回应。失点的问题只有电动车业者甲机关来做地，并无其他契约的关系。至于供电的部分，台电嘛坦承，有可能是包商当日困难而下呢。未来台电会加速供线的衔接，预计3月底进前就会用来供电。南区大林路110巷那个停车场那个部分，对不对？因为我们那个手孔啊，我讲专业手孔到那个点啊，我们是没有衔接啊。之前跟 GoGo 的部分，对不对？喷的地方，对不对？有切割，不过目前就是没有把它衔接起来。如果可以衔接起来，对不对？我们就是跟 GoGo 的配合，预计我们这件工程是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外线就可以送电。好，对，3月底，对，我讲错，3月底。议员表示，迄条大拿甲民德里的状况，原因就出伫各相关单位的反响，甲地向的沟通无够。伫个全市其他换电站，嘛有可能出现类似的状况，因此呼吁相关单位应该全面清查，避免类似的状况再次来发生。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社会局为105年持续培养在地社区甲邻里组织，主动参与性别暴力初级预防工作。到113年底，总共有36个社区组织参与，其中南区的明德社区参与卫生福利部113年指示大社区初级预防认证奖励计划，得到卫生福利部一类指示大认证。成为其他社区学习的对象。台南市南区明德社区伫里长陈瑞华的带领，积极推动性别暴力的预防工作。伫109年，成为领航的社区，并参加去年卫福部自丝带社区初级预防的认证，得到1座自丝带的认证。日前，包括市长黄伟哲、社会局长郭乃文，嘛拢特别来打安本祝贺。112，我们参加一些评鉴，要把这2年的一些我们做的一些防暴的资料呈现给卫福部。当然，它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这个社区里头必须要有人参加过宣讲师的培训，取得这个资格，你才能成为一个参加评鉴的一个条件之一。那很荣幸，我有参加卫福部的一个培训计划。也就是卫福部第4期的宣讲师，所以因为这个条件，所以我们社区就很幸运的被评鉴通过。那1朵花是一个初级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推动的时候，其实推动这个社区预防家暴的这一块，其实一条很漫长的路。需要社区的志工或者社区的民众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家防的一个观念。那如果有碰到这种家暴事件的发生，比如说亲密关系、儿少老人虐待这个部分，请大家不要吝啬，打电话通报113、110，我们就要做到一个子时代的精神，反暴力，那社区零暴力的一个社区。除了得到中央1座子时代的认证。明德里最近嘛喜事连连，争取多年的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伫2月底嘛拄落日来动工，工期360天，预计明年农历进前就会来完工。至于完善的活动中心，因为有人将近40栋，
如果还阁会用个使用，里长嘛希望调向日间照护中心来规划，因为社区的人口高龄化，希望会用个提供长辈就近来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政府投入500万在安南区新顺利身体工程所兴建的全新特色游戏场已经完工，成为安南区上大沙坑游戏场。安南区公所嘛伫2礼拜连假开放体验，结果真拢佚佗的大人囡仔反应拢真好。占地55坪，拥有白沙的天然坡面，搭配攀爬加出流浪的游戏场，日前完工以后，为互整个设施完善，安南区公所相当认真，特别邀请第4幼稚园2岁到5岁幼童先来体验，看有啥物需要改善的。面对安南区各家这座上大的沙坑游戏场，会让刺激囡仔的想象力、锻炼筋肉，甚至还是社会活动的整个设计，家长拢抱着肯定的态度，现场陪囡仔增加欢喜感。不是像一般就是只是那个阶梯爬上去就可以溜滑梯，它这个是可以就是让小朋友就是手脚并用，然后挑战，然后上去才能溜下来，还蛮不错的。沙子的部分蛮适合，就是各小年龄层，大人也可以陪着一起玩。然后像那种设施的话，就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玩，让他们体验说，哎，跟一般的溜滑梯不一样，好玩呢。那你有没有喜欢？有啊。我们家长有多一个选项，带小孩去游玩这样子，尤其是它有一些就是可以挑战的地方啊，有沙，然后有溜滑梯这样子。刚刚体验下来，其实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设施。游具它底部铺的是沙子嘛，那它有安全的功能啊，但是它上面的做的这种绳子也是软的，所以啊，然后有很多的可能性，它可以爬，可以攀高哈，去从高的地方看下来，或者是从下面看上去，就是有提供它跟平常不同的经验，就是有这种立体的这种攀爬的经验，然后它也是可以帮助他们的这个社会互动啊。随着南科壮大，安南区嘛成为必然发展的新社区，吸引一千种人口来徛起。公园所在的新体中卫区人口嘛持续进驻，所以政府看见公园加游戏场的需求，投入500万来开辟，嘛拜托一般罐头式的佚佗面，加一处兼顾教育娱乐的好去处。公园特色游戏场当中，对一个里可以说也相当的重要。除了能够吸引我们年轻人亲子的一个休闲场所可以增加以外，那当然也可以吸引这些移居人口愿意来进驻到我们里内来居住啦。2礼拜连续假期头一天，新体公园的游戏场就闹热滚滚，公司嘛欢迎全家大小做回来安南区佚佗。咱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长期关心幼童福利的立委陈廷辉，在今年规划主题大型试点系列活动，第一场在平时公园举行，活动一天超过数千人到现场同乐。陈廷辉表示，希望打造一个互家庭培养亲子关系、斗阵共享的快乐空间。小朋友等袂住，冲入去丛林奇遇记的大型气垫内底佚佗。这是立委陈廷辉伫今年所规划儿童节系列活动，3月1日伫平时公园举办的第一场，现场有4大昆塘主题气垫溜滑梯、跳床、运动设施甲古迹造型装置。很多的家长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呢，很早就跟婷飞预约说，儿童节，菲菲姐姐你要办什么活动哦？所以呢，我就抢先登场，在我们今天3月1号、3月2号的连假，因为我知道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可能都还在想说，我要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哈，尤其到处都塞车，所以婷飞就帮大家在平时公园准备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主题气垫乐
乐园，而且主题是丛林，大家到现场可以看到蝴蝶、瓢虫，还有独角仙，甚至还有蜜蜂，所以小朋友都嗨翻了哈。现场嘛有侪位议员做伙来参与，大家拢相当认同这个亲子活动，会当提供真好的空间，让小朋友来运动。评委委员呢也发想规划很用心哈所有的那个小朋友的亲子活动哈是我们丛林奇遇记了哈。那么当然除了永康，还有新营那边也会有2场。从我们的夏天我们的水乡，到我们冬天我们的下雪，以及我们的秋天那个春天现在是春天了我们这个动物历险记我想我们的菲姐非常用心。把我们假日的时光现在的亲子活动、亲子的日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除了有大型气垫，让小朋友佚佗，立委服务团队也大心准备了蹦比芳、鸡卵糕甲饮料等等的点心，要让大小朋友补充体力。另外，嘛有邀请造型气球艺术家免费送造型气球，丰富的活动陪伴大家度过快乐假期。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2025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登场，这届有24000多人参赛。赛道顶面的补给站放出几只行家、凉鞋、地卡等等，让跑者一边走，一边欣赏府城的风景，佫会当食到好食的美食。台南市长黄伟綽替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鸣笛。今年吸引24000多人报名参赛，是上侪人的一届。分做21K、10K、5K 3组，其中也佫祭出高额15万的完赛奖金。这个是已经非常有历史，而且已经有传承传统的这个古都半程马拉松。那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沿途饱览，包括安平港区，包括市区许多好的路程。半马组因为有1万多个人，所以起跑的时间就花了20分钟。9000多个人的这个10公里组也是花了差不多将近20分钟的时间赛程除了会当欣赏台南的古迹美景，还佫未少人是为着补给而来。路边业者伫17.5K 林平牛公园边摆搭，有几只的行家肉，还佫有猪脚。这摆也佫他给这次限量的凉鞋。听说有龙虾，但是好像听我朋友说那是21K 的东西耶，好失望哦。好吃，肯定不要了啦，吃补给最重要。我看有吃炸鱿鱼，然后刚刚有小鸡腿，然后等一下要吃烤鸡。我们今天2点出门，没有计成本。以选手快乐、大家开心为原则。另外，伫花园头前有虾饼、冰淇淋，同款真受欢迎。多样的特色美食，让这场半程马拉松成为南台湾指标性的路跑赛事。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配合食农教育法通过实施，台南市透过无同的课程，持续深化食农教育。农业部特别举办第1届国家食农教育杰出贡献奖，咱台南市安庆国小老师廖兆瑞依着溯源菜单主题教学，引起教育领域个人奖，成为全国的楷模。学校的营养午餐变成一个教材，每天吃的哦，大家可以看一下白米、黑糯米燕麦饭。将菜单转化图片教材，浅显易懂的教学方式，让安庆国小廖兆瑞老师获得台南市政府推荐，拿下国家食农教育杰出贡献奖个人组特优，成为全国第1人。到底是什么是叫做四神汤？它有什么材料食材？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为什么叫做为什么不叫做四气汤呢？四精汤呢？为什么叫四神汤呢？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比如说四神汤的一个主题单元的探究，用这本溯源菜单，让学生们明白自己吃了什么。尤其廖兆瑞身为特教班老师，从土地出发，推动食农教育，带领学生在校园走廊或角落进行农耕种植，营造可食地景。我们是普特融合。也就是说，普通班跟特教生他一起来照顾我们的这个农园，因为孩子不只是从课本上学到知识，他也可以在
这个农事上的一个体验上呢，他可以学到非常深刻的一些学习的体验。台南市教育局扎根食农教育，鼓励学校串联各区农会等外部资源，规划特色课程，让农渔特产不仅成为餐桌的美味，也是最珍贵的学习教材。食农教育法通过完之后，那其实台南很多学校食农教育其实都是作为校本课程。那我们在114年就开始试办去推动，我们把学校的校本课程再转换成校际间的食农教育体验活动，期盼借由教育推广，能支持在地农业，传承饮食文化，培养学生珍惜食物与爱护环境的观念。记者周怀台湾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没进步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大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
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